感谢进入他的圣殿，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要感谢他，称颂他。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神。耶和华是我们应当称颂的，我们要来欢呼，我们要来赞美他。所以我们用这首歌来赞美他，因为他是值得我们赞美的。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让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更大的唱歌，我们要用更多的欢呼来赞美他，好吗？好，那我们更大声来赞美他。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等一下，我们要来向耶和华欢呼哦，跟着台上一起做，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舞欢呼。两欢你们也要叫出来，要欢呼。来向他欢呼，来向他跳欢呼。哈利路亚！来向他欢呼，来向他更多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来向他欢呼，来向他最大声的，向他歌唱，歌唱，向他歌唱，向他歌唱，向他歌唱。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哈利路亚！耶和华是值得我们称颂的，阿们吗？阿们。阿们，因为他是蛮有能力的，阿们吗？阿们。让我们用这首歌再赞美他，因为他是蛮有能力的神，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要来赞美他，用这首歌来赞美他。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神是满有能力的神，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要更大的声音来赞美他，这位满有能力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这就是生命的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还要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归给那满有能力的主。我们来赞美他，更大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满有能力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来求告你，耶稣，因为你孕育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来祈求，我们要来向你来祈求。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纷争，很多的吵架，很多的意外，就是我们真是要来呼求你，要来祈求你来医治这个地方，医治我们这片土地。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天和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
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主耶稣，求你的神经运行在这地，求你的复兴降临在这地，求你来医治这地。哈利路亚！我们要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你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神祝福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为你爱延续，呼求你，我们再次呼求主耶稣祝福，一生祝福永不停息，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为你爱延续，呼求你，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哈利路亚！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赏赐生命气息的主，你是创造全世界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来认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上帝你何等的福分。让我们再次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一首新歌，那么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心灵和诚实。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一切，愿主你大大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着不在我们当中，
或是身心灵遭遇软弱的肢体弟兄姐妹来代祷，不论他们是遭遇什么样的患难、艰难，或是重担、压力，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怜悯，求你垂听。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涂抹遮盖在众人的身上。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献上感谢、祷告、祈求、敬拜，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1到5节。那牧师来读单数节，好，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好，请第2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端午节哦，好，不晓得你怎么样过端午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呢？可能你会从不同的书上历史故事当中，或是教导当中，端午节有华人的习俗和传说。不过端午节呢，是代表了这个24节气，也代表的特别是在这个亚热带气候当中，夏天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时候，而在这个夏天当中，容易产生蚊虫，而且很多的食物容易腐坏。所以在端午节开始之后呢，就是进入夏天。那所以很多的东西呢，保存的期限在以前没有冷冻设备，没有冰箱，很多东西很容易就腐败就坏掉，吃了对身体就不好。所以很多人就会在夏天当中生病，甚至会因为这样子来感染，甚至失去性命。所以在华人的习俗，端午节家家户户呢都认为说这个生病呢除了食物的问题，还有这个魔鬼的问题、邪灵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想出要用这个艾草，为什么会一直有这个气音？用这个艾草，还有用这个黄曲能够来驱邪，能够避凶。所以在端午节的这个在今天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家门口都会绑一串的草，然后呢，这个是代表说，他们希望能够夏天来了，能够驱邪避凶，一切的不吉利的事情都能够离开。所以其实端午节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因为基督徒需不需要驱邪避凶？那基督徒怎么驱邪避凶？透过祷告，透过我们的信仰。透过我们所认识、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逢凶化吉。跟你旁边说，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逢凶化吉。试试看，换这一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逢凶化吉。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透过在这个驱邪的这些的民间的习俗。而是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所以在端午节当中，虽了划龙舟、吃粽子，但是呢，还有就是要注意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样能够保持健康。特别在台湾，近几年我们发现，这个气候越来越热，通常呢小时候都说，没有过端午节以前呢，冬天的棉被不要收，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你看前几天还17度桃园17度，我那天我去淡水15度，都已经到了5月下旬了，还15度，所以这个以前的古人所留下来的智慧呢，端午节还没有到以前呢，冬天的衣服棉被不要收，但是呢端午节一到，代表就是要进入一个炎热的气候，所以我不晓得今年
这个台湾的温度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上个礼拜在台东就有39.6度，39.6度的气温出现，所以非常的吓人，还没有到夏天。而我们上礼拜牧师在那边分享，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正式进入非核家园，2个礼拜前，这个所有的核电厂通通都已经 shut down， 我们全部都是依靠其他的各种能源。而在这个夏天的供电非常吃紧，大家越来越怕热。以前我们现在用的电量呢，在以前来用是绰绰有余，但是现在呢，班班要有冷气。你到任何地方都要冷气。你现在用的充电的车子，还有这个设的这些工厂，需要的电能耗电量是这么样的多，所以在考验人类的智慧，怎么样能够去开发，能够去发掘更多绿色的能源、再生的能源，才能够供应世人想要追求这个生活上面的享受。但不论如何呢，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当中，最重要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上个礼拜来不及分享，就是上个礼拜教会有一位社青，这位社青呢，她还是单身姐妹，但是呢，她在家中昏倒，因为她就是血压飙高，结果她平常有吃高血压的药，她却没有服用，因为她不知道去哪里听来的，说喝绿茶可以降血压，所以呢，她就把高血压的药怎样停掉了，然后就每天喝绿茶。结果呢，到了这个没几天之后，他就在家里面就昏倒，送到医院紧急开刀，开刀之后连续2天颅部出血，所以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医生说他呢，现在要醒过来的几率有很不高。还有第二个，就算他醒过来，他讲话，他的这个语言还有他的动作都会受到影响。才50出头，可是呢，他本来都是在照顾家人，照顾妈妈坐轮椅，现在呢，他没有办法照顾妈妈也没有办法照顾他，怎么办？陷入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当中。所以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依靠上帝，去依靠神，是我们需要去更多的去祷告。今天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前面几周分享的诗篇，从下礼拜开始，我们要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哦。那等一下在报告当中，看到我们的青年呢，大家都有一份精心设计的《使徒行传》的读经手册哦，是总共有30几天，31个多月的时间。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好，那等一下会有这个完整的报告。但是呢，牧师希望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可以来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使徒行传》，如果没有圣灵，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呢？使徒行传呢，在记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历史上教会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五旬节。好，请大家说一次五旬节，英文叫做 Pentecost。好，大家来说一次 Pentecost。好 ，Pentecost 好就代表好是一个在旧约当中，好以色列人在利未记当中，好上帝所说的这个七节或是收获节。但是在这个七节收获节当中呢，好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好五旬节圣灵降临也是在 Pentecost， 在收获节七节那一天，圣灵好大大的降临，好改变了好整个世界，好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呢，好有将近20-30亿的基督徒，其中呢以最大的教派呢，好最大的宗派呢，好叫做五旬节教派。五旬节教派好就是他们非常的强调圣灵降临。好，我们是属于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是将近500年前。可是这个五旬节教派呢，是从1906年在美国的洛杉矶有一个阿素萨街。好，那我们牧师有去过那个地方。好，在那个地方阿素萨好那个街的一个教堂呢，哇，他们开始了1906年的灵恩好无圣灵的充满的运动。他们从一天的祷告会当中开始，好，然后呢祷告会的聚会就停不下来，然后每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一直有人来这边，一直有人来这边，好，非常的复兴，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不断的带着圣灵出去传福音。
今天呢，从1906到现在2025，只有120年的时间，只有短短120年的时间，五旬节的教派呢，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的教派，超过这过去什么长老教会啊、信义会啊，还是卫理公会啊，在过去500年来，新教500年来传福音的果效，是跟着这个五旬节教派。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因为他们认识圣灵，他们看重圣灵，他们知道怎么样去与圣灵同工来传福音，让他们在传福音上面大有果效。而今天我们看见灵恩运动经过120年，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当中，回到初代教会当中，一起去学习，我们要怎样今天的教会当中如何与圣灵来同工。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中文叫做使徒行传，可是呢，在英文是从这个希腊文翻来的。英文的使徒行传这卷书叫做 The Book of Acts， 代表什么呢？行动，各样的行动。所以我们在中文加了一个行，加了一个行。但是我们如果只有读中文呢，使徒行传，你会觉得这一卷书呢是在讲使徒的事情，还是在讲他们行动的事情？可是使徒行传 Acts 呢，其实它是在讲人与神如何一起来行动的故事。所以读使徒行传其实很容易读。如果你拿到这一本，你想要一天把它读完，可不可能？也有可能。使徒行传总共有28章，你要拿到这卷使徒行传呢，你要一天把它读完，也可以，因为你觉得好像在看故事。如果你又是用我们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的话来读的话，更容易来读，更容易来理解，好像在看一场电影。但是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呢，不是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家休息，而是看完这一场故事、这一场行动电影之后呢，而我们应该要做出选择，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在这个上帝邀请人的行动当中。所以使徒行传是上帝邀请人的行动。跟你旁边人说，使徒行传是上帝邀请人的行动。使徒行传是上帝邀请人的行动。上帝邀请我们与他一起来行动，一起来将上帝的旨意能够带出。所以这个过去上帝是透过摩西，以前上帝是透过亚伯拉罕，是透过大卫，透过使徒保罗，透过彼得。但是呢，到今天，上帝透过使徒行传邀请每一位相信的人跟他一起来行动。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的一开头前面这5节，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交代。这第1章第1节就说提阿非罗是这一卷使徒行传的收信人他是一个官员或是一个律师。他这整卷的使徒行传呢，是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人读完这卷书之后，可以帮助保罗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那这卷书呢，一开始作者路加呢，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他说，在我所写的第1部书里，我已经把耶稣一切的事迹和教导，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所以第1部书是什么书呢？路加福音。今年的3月到复活节，我们读了路加福音，也是读了30几天。现在6月到7月呢，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所以今年2025年，我们把路加的2卷作品都读完了。一个是路加福音，完整的介绍耶稣一切的事迹教导，就是我们读路加福音，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从耶稣如何开始工作，其实不止他开始工作，耶稣的降生以前，施洗约翰所发生的事情，到他被接升天那一天，完整的交代。所以你想要知道耶稣的事情，通通都在路加福音。接下来这一卷书呢，使徒行传是耶稣升天之后要讲的事情，而从第2个重点，在升天以前，他就是耶稣借着圣灵的力量，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有许多的指示。耶稣复活之后，在升天以前，在地上住了40天。这40天的当中呢，他多次的跟门徒显现。从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在耶路撒冷，甚至到北边的加利利，很多的地方在
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说，甚至耶稣有一次显现的时候，是给500多个弟兄，就是那是一个很大的聚会，500多个人聚会，耶稣也在他们当中显现，所以一下有500多个见证人看见耶稣。好，那是说弟兄。好，如果可能还有姐妹，还有其他的妇女，好，可能更多的人都看见复活的耶稣。而耶稣在这地上的复活40天的当中呢，向使徒有许多的指示。好，受害的40天。耶稣曾经向他们显现许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所以这40天，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地上让所有不相信或是不知道跟从耶稣的人都知道耶稣复活了。你知道耶稣复活的人，请举手。好，感谢主。好，如果你知道耶稣复活了，那就是路加福音在做的事情。所以路加福音，好，他在帮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为什么受难受死，以及耶稣他复活了。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跟他们讲论上帝国就是天国的事情。但是使徒行传接下来要开始交代要讲的事情，好，在第4节和第5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黄色的，请。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受圣灵的洗礼。好，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所以路加把耶稣在升天前对在地上的这些使徒门徒所说的话，把它记下来。在那40天当中，耶稣要做一个结论，他准备要升天。耶稣要升天前对他们这样子交代，有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情，要等候我父亲所应许的，就是上帝的应许；第3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要受圣灵的洗礼。这3件事情，好，我们来念一次。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情呢？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第3件事情呢，要受圣灵的洗礼。耶稣知道，当他升天之后，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一次讲完。但是耶稣交代3件事情：第一个，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就是要继续在耶路撒冷等候；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等候天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圣灵。而第3个就是过去你们都是用施洗约翰的水赦罪的洗礼，但是你们要在圣灵来的时候受圣灵的洗礼。所以这3件事情，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当中，我们要能够得着能力，我们要能够传福音大有功效、大有果效，我们必须要明白要知道的事情。如何让五旬节的圣灵将近2000年前，在2000年后，圣灵也可以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上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洗礼，但是会认为说圣灵的洗礼，有的说就是要说方言，有的说圣灵的洗礼呢，就是会医病赶鬼；有的说圣灵的洗礼呢，就是他会哭啊，会笑啊，然后会全身发抖啊，会被电到啊。有人说圣灵的洗礼好像是像火在烧一样，各种不同的讲法。但是呢，讲最准的是谁？讲最准的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来读使徒行传，我们必须的好好来读这一卷书，看看到底什么是受圣灵的洗礼。这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对门徒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问的是说，那为什么门徒会准备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门徒们他们会想要离开？耶稣被带到这个十字架上，然后在各个他上受死复活，那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地区。可是当耶稣他复活的时候，有的人有看见，有的人没有看见。甚至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几乎都离开了，连那个最大声的说主啊，我绝对不离开你，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彼得，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有看到，为什么门徒们会离开呢？
有几个原因，可能他们看到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拉比耶稣这样被人对待，这样被祭司、被公会、被这些的经学士、法利赛人所陷害，所以他们如果留下来，他们可能一样要跟他们的老师耶稣一样，被抓去关，被抓去审问，被抓去鞭打。有的呢，他说跟从耶稣太辛苦了，我想要寻求一个舒适一点的生活，信上帝也不用这么辛苦啊。信上帝，我也可以像法利赛人啊，甚至可以像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每天呢都穿着这个长长的衣服，然后呢在街上大声的祷告，然后喜欢人跟他问安，拉比你好，老师你好。撒都该人更拽了，全身穿的这个 bling bling 的，这个撒都该人呢口袋就装得满满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圣殿里面工作，所有的奉献到圣殿的钱，他们通通可以来分，然后就变成他们的薪水，所以他们的钱多到花不完，所以可以爽爽的过日子。他们想说，同样都在信上帝，都在服侍上帝，何必像耶稣、像施洗约翰那么辛苦呢？施洗约翰穿骆驼皮毛的衣服，然后住在旷野当中，吃蝗虫还有野蜜。跟着耶稣呢，也是常常饿肚子。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跟耶稣的学生一天到晚都要都要东走西走，非常的辛苦。所以门徒们不想要再跟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起初是在北边的加利利加百农，把一群人带到这个迦南地的中部，最后都带到耶路撒冷来。可是他们四散离开，有的人准备要回去了，有人真的就回去了，甚至呢，有的人门徒离开，心怀不安，像是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之后，他呢最后被自己的良心谴责，所以他就上吊自杀。有的人想要回到从前，我好想念我的爸妈，我好想念我的家，我好想念我过去家乡的朋友。这半年来跟着耶稣这么辛苦的传道传福音，实在太累了，我想要回去了。所以彼得也回去了，约翰也回去了。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就回去到加利利湖，回去打鱼，然后在那边打鱼，打了整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抓到。结果耶稣复活出现之后，叫他们把船开到那边去，网一捞下去，一拉上来100多条的鱼，160几条的鱼。但是这些门徒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耶稣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来。可是呢，当耶稣复活、受难、复活这段期间呢，每一个人都想要再离开耶路撒冷，不想要再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个地方还能够做什么。他们在这边没有群龙无首，老师耶稣已经不在了，但是耶稣在复活升天，郑重的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情，当他们不离开之后，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他们要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应许的圣灵，要等候应许的圣灵。讲到等候，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年轻人，你们来到教会来参加礼拜，你在这边等候等什么？等牧师讲道完，等一下聚会结束，然后等一下要吃什么？还是在等候我来到教会？我希望能够上帝祝福我，希望上帝能够帮助我，能够带领我考试顺利、工作顺利、升迁顺利、感情顺利、婚姻顺利。你在教会，在这个信仰当中，在等候什么呢？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留在圣殿，不要离开，而要等候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门徒他们在等什么。如果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1章之后，你会发现每个门徒在等的都是五花八门。在第1章第6节，有一群门徒就来问耶稣，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升天，他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家吗？”原来这些门徒们他们在等候什么？等候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国家犹大国在耶稣的来到这世上以前的500多年前被灭掉了、灭亡了，所以他们的国家没有了。
他们就成为没有根的叶子，到处漂流，成为犹太人，到处寄人篱下。但是他们知道上帝要差遣一位弥赛亚来救主，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你已经完成了，现在你是不是要来复兴我们的国家，要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回到像大卫王一样，能够回到像以前的所罗门王一样呢？门徒在等待他们的国家能够独立，有的在等待门徒什么呢？等待门徒耶稣，等待耶稣再降临哦。因为在第1章的11节，当他们看到耶稣被接升上天的时候呢，有2个穿白衣的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耶稣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所以这句话就留下来在门徒当中。哇，我们要在这边等耶稣回来，我们要在这里等，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在橄榄山被接上天，被接升上天去。那我们就要在橄榄山等候耶稣再回来。他好像坐了一艘船，这个太空船升天了。现在这艘太空船什么时候再回来？所以门徒在那边等。那耶稣再回来，那他这段时间做什么？这就想说，那耶稣就要我们在这边等啊等啊等。如果他们在这边等到现在，耶稣还没有回来，那他们在那边等耶稣，不就跟他们开玩笑，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呢？还有的人呢，在等什么呢？他们在等其他的门徒回来。耶稣有12个门徒，一个出卖耶稣犹大上吊自杀之后，他们又继续的寻找第12个门徒，所以他们就祷告，后来抽签，抽到了一个叫做马提亚。这个马提亚呢，就成为了取代犹大的职分。甚至呢，他们在等这12个人，在耶稣被杀害、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大家不知道跑多远去，现在又把大家都找回来。所以耶稣说：叫我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就是每个人去找，这个腓利在哪里？这个巴多罗买在哪里？这个雅各在哪里？赶快大家回来呀，回来呀！好，我们要重新把我们的聚会，把我们这12个门徒、70个学生，大家通通都找回来。后来有没有找回来？好，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看到，真的就都找回来。好，因为他们在那边的祷告就有120个人。这120个人，除了12使徒，还加上耶稣差遣出去的70个学生，还有这些的妇女，哇，加一加有120个人哦。圣经使徒行传路加记载的非常的详细。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城里面等候。是等候大家都到齐回来开同学会吗？还是大家都回来之后能够开祷告会吗？只有这样子而已吗？虽然他们在一起祷告，但是呢，使徒行传说他们呢，这些回来的人12使徒都到齐了，还有妇人，还有耶稣的兄弟，大家都在那边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耶稣直接告诉他们，在这边的等候，要等候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候所应许的圣灵。要等候的是上帝要把一个极大的礼物 give 要给你们，这个礼物呢叫做圣灵。所以请跟旁边说，圣灵是上帝要给人极大的礼物，圣灵是上帝要给人极大的礼物。当你要送礼物给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这个人可以好好看重这份礼物？所以有的人能够领受圣灵，耶稣知道说这个人看重这份礼物，但是有的人领受不到圣灵，因为他不认为这是个礼物，或是他没有好好看重这份礼物。而第3件事情，耶稣交代的这份礼物怎么得到呢？这份礼物要受圣灵的洗礼。好，大家再说一次，要受圣灵的洗礼。耶稣来到世上，在马槽诞生，然后在地上传道3年半的时间，然后再带着学生进入耶路撒冷。短短的1个礼拜不到的时间，他就被陷害、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复活之后又在地上住了40天。40天之后，耶稣准备要升天。升天的时候呢，耶稣告诉门徒，要等候上帝要给人这份礼物圣灵。这份刚才我们读说，在几天之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总共几天呢？
总共10天，他们只有等10天，只有等10天。好，因为这里算得很清楚，好，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40天，然后再过了9天，好，就是749天。第50天的时候呢，就是五旬节，好，所以旬就是10，好，古文的10，5个10就是50，就是耶稣复活的第50天。那一天就是圣灵降临，就是圣灵按照耶稣所说的从天上降临。这个在下个礼拜6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一段圣灵他怎么样的降临，降临之后他怎么样去影响这些的人，然后改变这么多120个人，让这120个人再去改变1200个人，在这1200个人，不是这120个人去改变3000个人，改变1万多人，然后改变更多的人，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来，大大的让上帝的工作不断的进行。但是上帝要给人圣灵这一份礼物，要受圣灵的洗礼，要做什么 ？What for？ 我们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礼要做什么呢？如果圣灵充满只是让我们能够说方言，圣灵的充满是让我们大有能力医病赶鬼，很棒，众人看见都会归荣耀给神。可是只有这样子吗？就只有这样子吗？圣灵的洗礼，这是下礼拜要讲的，但是我们提早来看，圣灵的洗礼有4件很重要的事情。这4件的事情呢，是在使徒行传2章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都在谈论神伟大作为。第二件事，神什么伟大的作为呢？神到底多伟大？他不是只有哈利路亚拍掌赞美神，他们不是只有那边敬拜赞美，然后大声的哈利路亚，不是只有这样。他们怎么谈论神伟大的作为？什么是神伟大的作为呢？我们说一次，好，请说好。第2段，神借耶稣在人中间施行拯救。原来他们在谈论神伟大的作为，在讲上帝怎么样透过耶稣在人当中施行拯救。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每一个人都在传道，都在讲道。讲什么？讲耶稣怎么样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救人的灵魂，救人的性命。那耶稣是谁呢？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些的人都在继续的讲神使耶稣复活，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好，我们说一次，神使耶稣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受圣灵的洗礼，每一个人都在讲同样的事情。这位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他了，我们真的与他一起在地上生活。而这一位耶稣呢，更重要的，上帝已经让我们知道时间到了，因为圣灵降下来了，浇灌下来了。耶稣他已经成为基督，已经成为主，已经成为弥赛亚了，被上帝所膏抹。而这件事情怎么知道？因为圣灵把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里有4件事情，是他们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礼之后，他们一直在 repeat 在做的事情。好，我们来复习这4件事情。第一件，谈论神伟大作为；第2件，神借耶稣在人中间施行拯救；第3件，神使耶稣复活，立他为主基督；第4件，圣灵把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那个时间点，好像大家都被电到一样。哇，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前面神伟大的作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早就会了。好，上礼拜我们读诗篇，向耶和华唱新歌，普天下向耶和华来歌颂，这个早就会了啊。好，不用等到五旬节那一天。但是神借耶稣在人中间施行拯救，哇，这个我们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也知道啊，可以讲耶稣的故事啊，他怎么样在马槽降生。可是第3件事情，神使耶稣复活，立他为主基督。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曾经预告过，可是还没有发生。只有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样知道它发生了？就是圣灵浇灌下来，把这个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呢，在地上彰显，通知在地上的人。通知谁呢？通知耶稣在地上的门徒、学生。
特别是那120个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然后在城里面等候，然后被圣灵充满浇灌，受圣灵洗礼的人。这120个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耶稣他在今天五旬节曾开始成为基督。从今天开始以后，耶稣基督是同一个人。在五旬节那一天之前，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另外一位。他有的在等候基督是长这个样子，长那个样子。可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这120个人知道耶稣他已经成为基督，所以他们就在那一天当中，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的，彼得如何就在众人的当中讲道。讲道完之后，有3000个男人那一天就受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开始的教会呢，从3000个人开始，3000个人开始，好，到今天全世界有30几亿的基督徒，好，加上历世历代这么多的基督徒，都是从那一天开始。所以这一些被圣灵充满、受圣灵洗礼的人是谁呢？都是这4件事情的见证人。好，所以请跟牧师说一次：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这事的见证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这事的见证人。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受感说话、说方言、说舌语，有没有这个看见异象，有没有做异梦，有没有说预言，有没有医病，有没有赶鬼，好，有没有这个上帝的神迹奇事在他身上，都没有。被圣灵充满好的人，他要清楚的能够谈论神伟大的作为，能够说出耶稣是神在地上的拯救，而且明白神使耶稣复活，并让他在天上成为基督。而圣灵的浇灌，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还要持续的发生。我们成为见证人。所以五旬节这一天，下个礼拜天6月8号，就是今年的五旬节，也就是代表说复活节后的第50天。所以今天是复活节后的第43天，在7天就是五旬节。在这43天当中，如果我们在复活节那一天有参加复活节的礼拜，你会发现这43天的日子，耶稣在地上跟人在一起生活。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寻找耶稣，但是复活的耶稣其实也很忙，他一下在这边显现，一下在那边显现，一下在耶路撒冷，一下又去到了加利利。但是他没有在跟以前一样，每一天跟人一样的生活，而是复活的耶稣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不受到空间的限制，而是他能够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可是五旬节那一天，这3件事情已经成为确定了。如果没有圣灵充满前，就不要离开；如果没有圣灵充满前，你要继续在城里等候；如果没有圣灵充满前，你要受圣灵的洗礼。好，所以这3件事情，好，请我们一起来说一次：没有圣灵充满前，不要离开；没有圣灵充满前，要等候；没有圣灵充满前，要受圣灵的洗。不要离开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一辈子都在这个地方。有的人想要出去传道，有人想要去传福音，有人等不及要出去为耶稣做见证，要出去参加短宣队。但是耶稣在告诉每一个要去传福音的人，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为耶稣做见证，很棒。但是你要先怎样？被圣灵充满，要受圣灵的洗礼。今天早上我们在开这个短宣队的筹备会议，准备在7月，在1个多月，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要去传福音，去参加短宣队的重点在哪里？我可以离开家里，我可以不用在家里面睡觉，我可以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是每个人画不同的重点，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短宣队，我们要去把那4件事情去分享，去诉说神伟大的作为。上帝很伟大，上帝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而且上帝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升天，立他为主为基督。而圣灵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短宣队传福音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福音
能够带给人，我们就成为这件事情的见证人，而我们就是与圣灵出去来同工。所以没有被圣灵充满前，我们不要离开，但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要怎么办？继续留在这边是吗？如果按照圣经，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看使徒行传，有一些人继续的留在耶路撒冷，很多的人，包括彼得，但是有一些人就怎么样？就出去了，就离开了，好像保罗。所以使徒行传呢，前面1到13章，都是跟着彼得，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当中最重要的灵魂人物，他是耶稣的大弟子，耶稣最重要的学生和门徒，他讲得知道最多关于耶稣的事情。可是他没有离开，他在耶路撒冷。可是呢，使徒行传从第9章保罗出现，13章之后，保罗开始跟着巴拿巴出去传福音，使徒行传的焦点跟着保罗一起出去，离开耶路撒冷，带着福音出去，因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成为这4件事情的见证人。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后半段的重点都在保罗的身上，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在台湾也能够有教会，如果靠彼得是不够的，是靠保罗把福音带出去，才有福音，才有机会传到台湾来。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跟你旁边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会得着能力，就会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证明耶稣是真的？你要怎么让人家、让你的同学、让你的老师、让你的朋友明白？或是你要去短宣队，或是你在暑假要办夏令营，你要怎么样帮助小朋友可以知道这位耶稣是真的？第一，你要自己要先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怎么告诉人家说耶稣是真的呢？当你自己知道耶稣是真的之后，你所告诉人家的每一件事情，你都相信耶稣是真的，人家就会被这个你身上所带着能力所感动。所以我们要带着圣灵的能力，让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的。而这些的门徒们，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在那边领受圣灵，他们在那边被圣灵浇灌祷告的时候，他们开始带着不同的能力。这个能力呢，跟之前真的是判若两人。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你会看到这一些的人，他们怎么变成了世上勇敢的人。本来在路加福音当中，每个都很软弱，问一堆很蠢的问题，或是干了一些很蠢的事情，或是问一些很蠢的问题，然后开始在那边吵架，好，然后在那边争论，好，然后跟耶稣老师在告状，每个都像是小孩子一样。可是从使徒行传五旬节降临那一天之后，这一些的人没有一个人像小孩子，没有一个人像是那个幼稚园的这个程度，每一个人开始都长大了，每个人开始都勇敢了，甚至要他的命，甚至鞭打他，甚至把他关在监狱当中，都没有一个人害怕逃跑。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都变得大有能力。这些人因为他们记住耶稣这3件事情，不要离开，要等候，要受圣灵的洗礼。这120个人虽然没有每一个人名字都在上面，但是每一个人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牧师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也回想，为什么我会成为牧师？我会成为牧师这件事情呢，是在大学大3、大4的时候，那时候是1996年。在1996年的时候呢，牧师去参加，我的牧师带我们去参加一场的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开始认识到圣灵，认识圣灵，发现圣灵的工作让我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真的好爱我。在那之前，我知道上帝爱我，但是我没有从心里面知道，我只是头脑知道，主日学老师告诉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告诉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自己真的相信上帝好爱我。可是在1996年的某一天，当我在那个聚会祷告当中，圣灵让我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真的很爱我，上帝完全的接纳我。那一天之后，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重生。所以那一天之后，我就告诉自己，
我这一生能够为上帝这么爱我，我能够为上帝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能够让上帝来使用。所以呢，就开始有想法要去考神学院，要去读神学院。而从1999年那时候是在台北，然后读神学院在台北，然后上帝呢就在带领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2002年神学院毕业那一年，就把我带到台南柳营的地方。我们当中有人有去过，因为有一年的短宣队就去到柳营，那一年也是要去做儿童营，但是那一年很特别，是2009年遇到那个莫拉克台风，所以那年的短宣队呢变成去救灾，整个礼拜都在救灾。而且那个救灾很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订好了游览车，那时候莫拉克台风，很多临时很多的状况，可是我们却已经准备好一台游览车，40几个人，然后我们就去到了台南，然后我们不只去台南，还去嘉义，后来还去屏东，那一年又跑去屏东救灾，所以在那一年当中呢，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但是我要讲的是，2002年，上帝把我带到台南当传道3年。在那3年当中，发现我要去台南那个地方，我抽签抽到的时候，抽到嘉义中会。嘉义中会开会告诉我说，我要派去的地方叫做柳营教会。柳营这2个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在什么地方？抽签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台湾有个地方叫柳营，也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要去的时候想说，我去到那个地方，我要跟那个地方的人分享什么？我要去那个地方当传道，我要怎么样跟这个地方的人来介绍耶稣，带他们来认识耶稣呢？所以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求上帝来帮助。所以在那3年当中，上帝就带领我，能够在那个地方做一些社区的工作，甚至呢，透过社区，透过那时候叫做外籍新娘，现在叫做什么新移民。外籍配偶，那时候外籍新娘真的是很疯狂，很多。在一个东山山上的一个村，叫做东园村，有一个小小的诊所。那个诊所里面呢，他们有这个病历表，那个病历表里面的外籍新娘有多少个呢？400个，400个。那时候印象很深，哇，在那么多，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住了400多个外籍新娘。在平地更多，所以台湾现在的外籍配偶已经超过40万了，是不止40万，其实是好几年前。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外籍配偶就嫁到台湾来，但是在那个当中，透过外籍配偶，跟他们分享很多的福音。但后来在2005年，上帝又把我带到了迦南教会，做青年牧师。那时候就不是在跟外籍配偶的家人来传福音。怎么样来带领年轻人？上帝告诉我说，桃园这个地方迦南教会就在火车站的旁边，附近这么多的百货公司，楼下那时候叫做电脑街，后来变成电话街，现在变成饮料街。在这个地方补习街，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这边，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什么？所以2005年，上帝把我带来迦南教会，后来又去开拓嘉光教会。在2016年的时候，上帝又把我带到了拉斯维加斯去到了美国，想说去到美国赌城，你可以在赌城跟这边的人来怎么样分享福音，带领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怎么样让他们相信耶稣是复活，让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的呢？所以上帝又把我带去拉斯维加斯，在那个地方的教会，透过那边的教会，透过那边的聚会来分享福音，带领人来读圣经，来认识耶稣是真的真神，耶稣真的复活。而在疫情当中，我们回到台湾，可是在2021年疫情回到台湾之后，上帝又很奇妙的把我带到夏威夷，夏威夷的教会是用网络，在那边10个月，还有在这个波士顿的教会，在那边4年的时间，到现在牧师偶尔还要帮助这个波士顿教会，不过波士顿教会他们有找到牧师的，相信很快这个牧师就可以就任。但是呢，我没有想到会这么长的时间，我人在台湾，可是呢，却可以帮助夏威夷的教会，跟波士顿的教会一起，跟他们来分享福音。甚至上帝也把我带到台中，带到台北，都有短几年或是几个月的时间。去年才又回来迦南，在那边待了一圈，
感觉好像在看《使徒行传》的故事一样，上帝在带领我们。所以牧师在讲这个自己的心路历程呢，服事的过程呢，其实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当你有一天要离开迦南教会，或是要离开桃园，不管上帝要带你去哪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3件事情。如果这3件事情你没有做到，就离开迦南教会，真的是非常可惜。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要离开。第2件事情呢，要等候。第3件事情呢，要受圣灵的洗。可能有一天，上帝让你考上了中南部的学校，国外的学校，上帝让你的一个工作机会不在桃园，在外地。有一天你可能嫁到别的地方去，或是你人生搬家买了房子，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你要离开迦南以前，上帝把你带离开以前，这3件事情你一定要得到，你一定要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等候圣灵，接受圣灵的洗礼，让圣灵让你有能力能够颂赞上帝的大奇妙的作为，让圣灵能够让你清楚的告诉人，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在人的当中施行拯救，让圣灵能够帮助你，让你千真万确的相信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让他升天，让他成为主，成为基督。还有最后，圣灵亲自来通知你，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神真的与你同在，你所相信的都是真的。使徒行传1章第8节，耶稣升天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跟门徒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这是耶稣升天前在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很多的话都要说，但是他知道已经会有马太福音帮他说，会有马太就是那个利未，会有马可就是彼得的学生，会有路加，将来会有约翰，会帮耶稣所有的话都记下来。可是耶稣有一句话要交代，因为那4卷福音书都没有说。耶稣升天前说，你们一定要等候圣灵，受圣灵的洗礼。当圣灵临到你们，在你们身上动工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看到这些的彼得，从原来的躲起来的害怕，变成勇敢。本来不会说话，口才很笨拙，可是呢，他却能够为神做见证，甚至能够对人来传道。圣灵的能力会带领你们的脚步，就从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开始出去，到犹太地。犹太地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一直往加利利去的方向，甚至外邦人的地方撒玛利亚，甚至到天涯海角地极，都在为耶稣做见证。我相信这句话，当你抓住领受的时候，上帝就会与你同在。这句话也帮助我，在我1996年准备要去考神学院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这句话就不断地提醒我，将来你要去读神学院，将来你要当传道，要当牧师，上帝会把你带去什么的地方都无所谓，但是最重要的，你要有圣灵与你同在。当圣灵与你的能力在你身上的时候，即便我在左口笨舌，即便我在怎么样的软弱，但是神要与我们同在。那么这时候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洗礼。不论你与圣灵多么样的亲密，但是圣灵他是赏赐能力的神，圣灵是使我们能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能力，圣灵他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我们求圣灵来帮助你，帮助我，就如同1996年29年前，牧师跟你们一样的年纪，或是比你们更年轻，但是我知道圣灵要带领我。我相信在今天29年后过去了，圣灵也要带领你，要帮助你，要使用你。你的人生的路还很长，你的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远，你要走的路或许比牧师走得更长、更远、更久。而愿圣灵帮助你，让你的一生的脚步
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下礼拜我们要来迎接圣灵降临节，或是庆祝五旬节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知道我们要等候圣灵，让我们不要轻易的离开，让我们不要只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才能、依靠自己的智慧而想要去传福音，而是让我们能够依靠圣灵来传福音。让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只有说故事，不是只有说动听的话，而是来说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叫听见人能够明白，也把你的道能够不断的传扬出去，使用我们的脚步到天涯海角，使用我们的生命到天荒地老，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为你而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唱。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是的，主是全能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是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位的神。让我们敞开心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来浇灌，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这地，顺服的人情，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怜惜。
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天天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今天牧师去医院去探访几个弟兄和姐妹，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在病床当中，或是在加护病房当中的弟兄姐妹，他的病能不能够好，跟他对神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去看立志长老，2个礼拜前他是几乎都要走了，心跳都停止。可是今天当我看到他，叫他的时候，我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陈牧师。”他还可以醒过来，而且还可以恢复得很好。这是他有信心，所以上帝与他同在。但是另外一个姐妹，刚才一开始我讲的，就是这个脑溢血的姐妹。平常她常常来说：“牧师啊，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牧师啊，我很担心。牧师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用很多的方式告诉她，陪她祷告，教她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但是我看到是她对上帝还是没有信心，她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还是一直很依靠别人为她祷告。所以本来上个礼拜她开刀完之后，一切都可以很快的恢复，但是她里面的信心没有长出来的时候，这些疾病、这些的困难继续的纠缠着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圣灵。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地方，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当你在人生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只要圣灵在你的身上，你会看见神迹奇事要发生。神要使无变为有，神要使那个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只要你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为你自己好好的祷告，为你的生命好好祷告。在你有一天你要离开迦南教会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的等候，你一定要好好的让圣灵充满浇灌在你的身上，这样你的一生一定会有神的带领。你所去的任何的地方，神都要与你同在。求上帝使用你，使用我；求上帝带领你，带领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浇灌，让我们能够为神而活，活出热情，活出活力，活出盼望，而相信上帝必定要大大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这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来祷告。当我牧师祷告一句的时候，邀请大家跟着牧师来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谢谢让我知道耶稣也爱我。谢谢你让我知道耶稣也爱我。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胜过黑暗的权势。他已经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阴间的权势，胜过阴间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权势。没有任何的事能够限制神的爱，没有任何的事可以限制神的爱。神的爱要充满我，浇灌我。
神的爱要充满我，浇灌我；神的圣灵要充满我，浇灌我。神的圣灵要充满我，浇灌我，让我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让我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孩子欢迎你，孩子欢迎你，求你充满在我的心中，求你充满在我的心中，让复活的耶稣活在我的生命里，让复活的耶稣活在我的生命里，让我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被圣灵所充满，让我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被圣灵所充满，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爱所充满。我相信你会带领我的生命，我相信你会带领我的生命，带领我的脚步，带领我的脚步，带领我的人生，带领我的人生，走在神的道路上，走在神的道路上，能够为主发光，能够为主发光，带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带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必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必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孩子祷告，孩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一起说阿阿门。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阿门。阿门。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神是没有能力的神，阿门吗？阿门。而且他赐给我们勇气，阿门吗？阿门。让我们再次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那么用信心的呼喊，大声来说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更大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爱上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门。相信圣灵要与你与我同在，让我们带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能力与大能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主要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派长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门。请坐。好，就是大家好，我是芷萱，然后我们今天要来报告，但我，好，没错，我们要来报告。好，首先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吗？还是有什么很久不见的朋友吗？好，那不然就给自己拍拍手，先欢迎大家来到了今天的聚会。好，那我们就来报告喽。好，首先。本主日适逢端午连假，所以主日的爱餐暂停，小组聚会也暂停。但是青年牧区的小组其实还有，对，所以我的好没关系。对，好，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使徒行传圣经共读，在6月4号到7月11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哦。所以如果有人对，就是大家可以尽量早起来，对，一起来参加，因为它是使用 Google Meet， 所以应该其实是蛮方便的。欢迎兄姐可以一起参加，然后我们就没有参加可以看 YouTube。没有参加可以看 YouTube 回播，非常的贴心啊，所以大家要记得可以去看一下。好，那再来7月6号礼拜天是第4次的圣礼典，所以想要受洗的人，不管是成人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小儿洗礼。都可以在6月22号前向区长跟小组长报名，然后成人洗礼跟坚信礼要先完成纪要整理，这样。好，我们再来，好，然后招募一下膳食团队，欢迎就是对煮东西或者是准备食物有兴趣的人，可以到1楼公布栏登记。好。那6月4号有333祷告会，主题是为毕业生跟生涯祷告，所以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尤其是毕业，这里有毕业生吗？毕业生可以举手吗？还是没有啊？国3、高3、小6。对啊，高3或小6。有研究所毕业。有研究所毕业在这吗？哦，好像没有。好，没关系。那大家可以一起为毕业生祷告。好，那再来。松大线上讲座在6月4号的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梦的成长史，然后讲师是王荣义牧师，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参加。好，再来就我们重头戏，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夏令营，那今年就是在7月7号到7月11号举行，那欢迎国中到大学生可以报名同工，然后小1到小6的报名学员。到6月8号截止哦，所以大家要报名要快，而且学员已经快满了，学员现在73个人了，然后志工加同工38个人了 ，OK，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赶快报名，或者是叫你的小朋友报名。好，再来萨克斯风从奏班即日起开始报名，期待大家的加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洽协会总干事就穆璇嘛，对，好，请洽穆璇。好，9月27号，虽然还很久之后，但是在6月8号1点就会在401举办桌游教学，然后当天也同步开放报名比赛，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好，然后请小组长统计需要第3季纸本新眼光的数量，到6月10号截止。然后迦南60周年的特刊。编辑委员看起来感觉是强力征求见证文字的稿件，800到1000字，然后投稿可以洽陈玉新执事。哇，好，再来60周年的台语圣经朗读比赛，6月1号开始报名哦，然后报名到6月30号截止，6月1号是明天，对，好，比赛的日期是在7月20号，所以活动办法
见1楼的公布栏，欢迎大班以上的小朋友到成人报名，所以在座的各位都可以报名啊。就是台语不错人，对我台语应该是有点惨。好，再来职场宣教大会，桃园场于6月14号10点到12点，在本堂的2楼进行，所以大家对有兴趣的话参加一下。好了，再来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我们现在邀请木轩来介绍一下。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大家刚刚都有拿到这个本子吗？有，大家都有拿到这个本子。来，大家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到后面，后面又会有一个9宫格，有没有？那来，如果上面是有你的名字的话，你看可以跟隔壁换一下，换到一个上面没有你的名字的。那如果上面本来就没有你的名字，那你就维持原本的。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拿起你的笔，在中间这一格，写上你的名字。现在开始动作。啊，对，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这一本的？在座的每位都要拿到这一本。对，我没有拿到的，帮忙发一下。举手。那个可以帮我放第一张图片。对，就是这张。对，在中间写上自己的名字，都写好了吗？好了，好，那写上名字的话，对，中间这一个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写上呢，就恭喜大家，现在大家都是这个《使徒行传》bingo 的参与者。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子，我们翻开到里面。有没有？这里面就是我们今年就是读经牧师所设计的那个灵修笔记，有没有？我们的使徒行传刚刚我们报告有介绍到，我们从几号开始要读使徒行传？6月4号，然后要一直读，读到读到7月11号，总共有30几天。对，30几天，那这里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很贴心的，都帮大家准备好使徒行传6月4号到7月11号的那个笔记都在里面的，所以到时候呢，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呢。等一下呢，中间这个已经写上你了，对不对？那旁边有一些已经帮大家固定好的人物，像比如说台上这张图片，牧师，然后陈汉组长，还有我那个木轩，还有林杰瑜组长，这些人都是被固定下来呢。然后就是那其他不是还有一些空白的了吗？空白的还有4个空白，对不对？你要另外找4个人，对，找4个人，请他签名，他也要有这本书。那呢，你们这些人呢，你们就要一起在这6月4号到7月11号之前，一起每天都去读那个叫什么《使徒行传》。每天都要读《使徒行传》，那每天都要写灵修笔记。那到最后呢，7月12号，因为7月11号结束嘛，7月10号星期六，我们就会结算说，如果你每天都有读的话，然后你每天都有写灵修笔记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这一格上面画圈。那比如说好，比如说像这个，那牧师他如果也是每天都有读的话，那牧师牧师也可以画圈。那如果婕妤每天都有读的话，婕妤也画圈。那我们到时候就看谁的 bingo， 就是你跟你朋友还有上面指定的人，就是你只要有连成一条线，就可以画一条线，看谁的线最后是最多的，我们就会有送精美的小礼物。这样可以听懂吗？可以哦，对，所以不只是你自己要好好的去读《使徒行传》，这个月跟下个月好好读《使徒行传》，你还要去督促上面的人，就是也要跟你一起认真的去读《使徒行传》。来跟你隔壁的说，我们一起认真的读《使徒行传》。我们一起认真的读《使徒行传》。对，那帮我放下一张图片。对，那这个啊，你可能会看到你隔壁的跟你的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其实我准备了5个版本，所以呢，就是上面啊，就是被固定下来的会有牧师，还有我们的立珠长老，还有我们的组长跟副组长 ，YD 的组长跟嘉庆的组长。所以呢 ，YD 的组长跟那个就是副组长呢，你们就要加油啦，因为你们如果没有好好读的话，就会很多人不能 bingo， 知道吗？对，所以你们就是也要好好的督促这些组长、小组长要去读《使徒行传》。好，那
你们所以呢，等一下呢，会后就请你们去找另外4个人，请他帮他签名，就是请他签名，然后你就跟他一起读《使徒行传》，那你们就互相督促读《使徒行传》。那如果你们在7月21号，你们得到最多的线呢，我们会有精美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精美小礼物是什么。来，如果你是全部，我们7月22号结算的时候，你是最多条线的人，你可以得到我们的第1名的奖金，就是我们的奶茶杯。对，奶茶杯，找得到奶茶杯吗？对，精美奶茶杯哦，听说这管子很粗，可以喝到那个喝到珍珠。现在夏天到了，最需要一个奶茶杯来喝奶茶、喝饮料。对，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那如果你是第2名，就是第2多条线的，你可以获得我们的什么东西啊？那个那个地毯，对，那个地毯，圣经地毯，对，它上面会有一些经文。对，那这个应该是那个吧？好像就是就是踩起来很舒服、很软的地毯。然后第3名呢，你可以获得那个蒙福提袋，对，就是我们的就是上面有神的话，跟上面有那个有祝福的话，对，那就是我们的前3名的奖状，前3名的奖品。那在这过程当中，在6月21号跟7月5号呢，我们中间也会准备一些就是有趣的活动，那就像上次不是那允琪有帮我们准备一个问答吗？对，就是你要认真的去读那一篇，你才可以，你玩起来才会很好玩，你才会获得奖，才会得奖的。对，所以在6月21号跟7月5号，我们也会准备类似的活动。所以呢，就是要邀请大家一起好好的读《使徒行传》，然后在大奖在这个 bingo 上面得奖。然后在就是我们的小比赛中呢，也可以得奖。那当大家完成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每日读经的大使命呢，我们就可以去完成耶稣要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一起翻开到这个的第7页，对，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1、2、3，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就是在这边邀请大家一起完成，就是每日读《使徒行传》的大使命，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完成耶稣的大使命。好，牧师也小小的补充啊，我们这个上面有5件事情。好，那每一天的灵修笔记要做这5件事情。我们来念1、2、3、4、5。1是什么？读经文。2、挑金句。3、写感受。4、今日事。5、今日必。所以你要灵修呢，就这5件事情。当天的经文读完之后，好，那你要挑一个金句，好，金句就写在这个空格的地方。然后呢，写感受就是第1行，好，把你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什么感受啊？有感动没有感动？懂或不懂写下来。然后今日事，好，就是你在今天当中有什么要学习到什么事啊？因为那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暑假，可能不一定要上课，不一定要上学，但是你可能有服事，或是那一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好，你可以在那一天先写下，你也可以预先写下1个礼拜或是1个月，总共有38天。然后今日事就是你想要，今日必就是你想要为这个事情，或是你那一天当中要祷告的事情，或是你那一天当中遇到的，有的人是晚上才写，好，那天你有什么想要祷告的事情？也可以写在这边，好，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好，盼望这38天，好，共读《使徒行传》呢，好，可以让大家能够得着圣灵的能力，也能够看见这个耶稣复活的大能，好，在每个人生活当中，大家一起加油，跟旁边说，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还有谢谢宣跟牧师的补充。好，我也帮我贴，我直接按吗？没了哦，好，没了。所以呢，但是 but 因为我们下礼拜要献诗，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没有要分开进行小组时间，请大家留在这里，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练献诗。对，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君毅。